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很抱歉我不能用台语跟你们讲啊，因为我刚刚一看那个台语哈，其实前天我就看到投影片了哈。哦，我说这个怎么念啊？真的很困难哈，但是基本上你们念我大概可以听得出来啊。就是要讲就是太困难了。那我们今天讲这一段经文题目是你喜乐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的基督徒喜乐根源大家都可以听得懂吧？这我就安心一点啊。那喜乐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那喜乐也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容易有喜乐，很多事情又让我们会忧愁啊。那我想今天就是让我们就是看清楚我们真正喜乐的根源在哪里，这样子我们才不容易会有的时候为了一些事情就忧虑，然后就感觉自己没有喜乐。那我们今天我觉得这个经文都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里面，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看看小孩子有没有快乐？小孩子比较容易有快乐哈，他们只要在一起就嘻嘻哈哈就非常快乐，一下尤其他们做游戏的时候就非常的高兴，就不会有什么忧愁啊这些烦恼。可是我们这个大人长大以后就没有那种东西了，好像喜乐就失去了。可是你看有一些人刚信主的时候他非常喜乐，他真正信耶稣以后特别有的人信主之后而且受洗之后，他心里面就从里面就涌出来有很大的喜乐。不过也要注意这种喜乐通常会一段时间，但是不会永远下去。那为什么上帝只给这些刚信主的人一段时间的喜乐，然后就没有呢？那个喜乐就告诉你说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是因为你得到救恩，这个从上帝你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就是很容易2-3岁，只要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逼迫他的话他一般来说都是很快乐，他对这个世界充满盼望。那孩子我们受洗之后就像孩子一样能够有很大的喜乐。我觉得就是上帝让我们知道这是你救恩的一个凭据，但是不会长久，不会大概就是几个月吧，几个月之后你又发现你又有很多的烦恼又有进来了。你去看看很多信主的人会是这样子那我相信这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那个喜乐是上帝给的，但是你要去知道我生命里面真正有什么样的问题会拦阻我，让我没有喜乐。我们要去找到真正的喜乐的根源。那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喜乐，也是因为我们的很多的罪恶缠累着我们我们的欲望很多也会让我们不能够喜乐我们所要追求的没有达到，我们也容易失去喜乐。那我们就需要看一看怎么样子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去得到喜乐。昨天最近要过年了，昨天有人就传了一个短片给我，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现在这班高2023班次即将要到站了，那请转搭下一班列车2024的列车，但是请注意千万不要将你的悲伤、你的烦恼、你的痛苦这些危险物品带上列车你要快快乐乐的带上你的健康、你的快乐上车。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大家都期待我们新年是一个喜乐、健康、快乐的，但是问题是很多的健康快乐由不得你由不得你，那怎么办呢？其实圣经上都有告诉我们。其实主耶稣也讲了一句话，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不是啊？你要将各样的难处重担交给神，所以不只是悲伤、忧虑、烦恼，不要带到2024年，其实都不能带到明天。每一个今天，你都要把自己的烦恼、忧虑要交托给神，你不要来自己担。哎呀，我这个没做完，那我晚上就不能好好睡觉。你没做完，你还是要好好睡觉，你还是要感谢主，然后好好去睡觉，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啊。我们不要跟那些不信主的人说，哇，我一定要达成什么任务，我才能好好睡觉。耶稣说，你每天都要好好睡觉。上帝所亲爱的人必安然入睡，这是诗篇上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在上帝的手中，你就要清清楚楚，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人是不认识上帝，所以他在忧愁。那我不要，我信了上帝，我信了耶稣基督，我还在忧愁这些事情，那我们太对不起主耶稣了。主耶稣就是承担我们的重担，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不需要再自己担了。我们常常要去想啊，那你如果想说，哎呀不行啊，大家都这样子，我怎么能够不担心呢？那我们就等于说，还是把自己当成是不信主的人这样子。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看，我们的生命跟人家到底哪里不一样啊？我们常常要思想，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天上的事情，不是告诉我们只是今天。当然很多是跟今生有关的，但是它最终的目标是让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我们今天就要学习过在天上的生活，包括今天所教导我们的品德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各方面就是我们在今生就要结出的果子。因为这果子是美好的，大家吃水果的时候知道果子会甜会香啊，让人吃的非常舒服的非常愉快，而且有益健康啊。那这就是今生上帝就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今生就要享受这些。那我们看喜乐就是笑容吗？其实也不是。这个笑有很多种啊，有的人是苦笑，有的微笑、欢笑、大笑啊，还有的人是皮笑肉不笑，那就是甚至有人说是奸笑，但各种笑都有。笑容并不表示真正一个人就有喜乐，那甚至很多时候人会用笑容来掩饰我们内心的悲伤痛苦啊，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就用笑容来掩饰。去年吧，还是前年，应该是去年，台湾不是有一个以前做立法委员的，而且做过什么省府的新闻处长，叫做什么黄义交的，对不对？就看他这个人也是很开朗的人，也是很体面的人，结果呢很阳光，看起来都很笑容满面，最后到最什么忧郁症跳楼了。所以真正的喜乐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笑容吗？也不是。当然笑容可以表达我们的喜乐，但是光看笑容不一定是真的喜乐啊，或者是真的快乐，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说这个叫做微笑的忧郁症，他虽然表面微笑，其实他得的是忧郁症，也不知道哪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就是我现在在高桂林的那个教会，就是上个月底1个月前，就有一位国内来的大学生坠楼啊，我们现在都不讲跳楼，我们讲坠楼，就从8楼坠下去就没了，全家就这么一个儿子，父母的希望都在这个孩子身上。那他这孩子有忧郁症，几年前听说他现在是4年级，快要毕业了，在半年就毕业了。大1的时候就说有忧郁症，就曾经想要自我了断，结果没有达到目标。前阵子母亲从中国赶来，从7、8月就发觉大概他身上有放了一个
是不是 Apple Watch 可以知道他每天运动走多少路，走几步路。那时候发现他一天走就是100-200步路，他妈妈就担心就来了。起先一段时间还好，其实在教会里面，后来我们9月初有一个大温的一个布道会，他在布道会也决志了，而且也满心追求的。那个布道会那个副牧师还特别跟我讲，这个弟兄很好，特别要好好栽培他。那才9月的事情，就11月底那就没了。所以父母都没有办法承受，因为大陆很多都是独子嘛，那全部的希望都在他身上，结果他就这样子就走。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也对父母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所以我深深感觉，我们的孩子，我们让他们从小就真正的有从上帝而来的喜乐，不要给他们增加不必要的我们从人而来的这些目标期待，要看上帝。对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对孩子，我自己怎么长大，我就在有孩子之后，我也是照自己的方式想法来做。但是这些年做传道人，越来越清楚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发现我自己很多都是错的，都没有照圣经。那孩子呢，也就容易受父母的影响。我们都是用人的价值、人的标准做标准，跟人来比较，跟人来学人的样子，那这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从圣经，来认识神的心意是怎么样。那神造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是喜乐的，我们的生命应当是喜乐的。喜乐其实也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感谢，是一种荣耀神。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一天到晚忧愁愁烦呢，其实是不荣耀上帝的。我们应该常常从内在有喜乐，但是这个喜乐必须是因为认识上帝的话语，因为认识上帝，认识我们的救恩所得到的那种满足，那一种喜乐发出来的，那才是真正的。好，那我们看喜乐的根源，喜乐根源是来自于神，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就讲，大家会背吧？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因为这个都是合乎律法的，而且是美好的，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结出来的果子，这些都是好的。所以其中讲到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从神来，从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一致的所结出这样的果子。那我们看喜乐的原因跟根基呢，刚刚我们所读的罗马书5章1到4节，因为我用的是和合本的哈，你们的那一个版本这个语言跟我的这个就有点差距啊，但是我想基本上你们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在患难中，他特别讲到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我们救恩的根基。因信称义就表示不是我做了什么好事情，我做了任何有价值的，都不是，就是因为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相信了，他就赦免我的罪。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感谢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十字架上是为我死，我们就看到这一步。但是事实上，耶稣的救恩因信称义里面包括2个部分，一面是赦免我所有的罪，另外一方面呢，上帝所以接纳我，称我为义是什么原因？是因为
他把耶稣的义算在我的身上。耶稣的义是什么义？是完美的义，是 perfect。那你说我还很差劲啊？那上帝就这样接纳我，没错。但是他不是因为你好而接纳你，而是因为耶稣好，耶稣承担我的罪，而我相信他上帝就接纳我，把耶稣的好算成我的好，就算在我的账上，他接纳我。所以这个救恩被上帝接纳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消极的除去我的罪恶，他把我的罪恶都涂抹掉，算我是没有罪的。但另外一方面，把基督的义算在我的账上，他是这样子才接纳我的。所以上帝不是一个接纳我只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他接纳我原来有罪，但是耶稣的宝血涂抹我的罪之后，他把耶稣的义算在我的身上。这个是改革宗的信仰，你们长老会也是属于跟改革宗基本的是一样的这个教义要领。所以包括这两方面，所以这个耶稣的义其实也就是成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追求的方向，也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结出来的那些美善。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能做的吗？我们做不到，靠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要去做，要靠圣灵，依靠圣灵。我们读上帝的话语，我们顺服谦卑，求圣灵帮助我。那我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这一些，我们会有自己的问题、愤怒自己的罪、自己的私欲、贪恋在里面，那都要求神光照我们，一步一步的被洁净。所以在这里说，因为因信称义，我们跟上帝在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相和好，上帝不再是我们的仇敌了。我们原来不信主是跟上帝是仇敌的，我们抵挡上帝，不认识神。那并且借着耶稣基督进到恩典中，就是我们进到现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也就是成为神的儿子之后，那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在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了，他要把我们带去与他永远同在在神的国度里面得神的荣耀。那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这里特别讲到在患难中，很多时候世界上的人在患难中我们是没办法欢喜的，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们受患难的话，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学习忍耐的功课，因为患难不会一下就除去了，那我们要经历忍耐等候，而且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面对，来度过胜过这一些患难里面的痛苦艰难。那患难会生忍耐，忍耐又会生老练。老练是什么意思？老练我们直接想就是老经验嘛，经验老练了以后就懂得怎么办事儿。那事实上它的原文含义就是说，这个品质经过试验，它的意思就是品质经过试验以后是一个可靠的一个品质。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使我们的生命会成长。因为我们在患难忍耐等候中间，我们不可能不做任何事情，我们要祷告，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子面对，怎么样子经历这一些，所以使我们老练，我们的生命的品质被改变。然后老练之后，我们继续会对上帝有清楚的盼望，那基督耶稣所要赐给我们，所以盼望最后绝对不会带给我们羞耻。因为在整个过程中间呢，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会成长，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所以患难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必须会有的，必须会有的。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知道，上帝也借着这一些在造就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患难
会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是品质，是经过试验的，是一个可靠的品质，而不会因为患难我们就离开上帝，或者有的人甚至像约伯记里面那个撒旦是要他怎么样？你若把他这个什么夺去的话，他必当面弃掉你。弃掉你是什么？那英文去看的话，就是 curse you， 去咒诅你，他必当面咒诅你。那如果是那样子的话，约伯就失败。结果约伯没有失败，约伯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他不但受这么大的灾难，他最后他说什么？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所以他胜过这一些，上帝会帮助我们。我们在患难中也是这样。那接着罗马书8章32节，我觉得这些特别重要。我们基督徒千万要把这件事情当真了，不要读过去就算了。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上帝的儿子啊，也就是上帝他自己为我们而死，那表示他看重我们。我们本来只不过是受造物、受造人，但是他却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他亲自来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把命舍了。那他是多么的看重我们！他既然这么看重我们，他岂不是也把万物都赐给我们？那我们在世界上追求很多东西，我们觉得我们追求不到，我们就心里不满足，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又没得到这个，或者是他有我没有，我就悲伤，这都是完全不必要的。上帝也将万物白白赐给我们，将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掌管，跟主一同来掌管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手下。那可是我们今天看不见这个，我们就在地上追求的非常有限的东西，可是我们看为非常的宝贵，那就是非常的可惜了，以至于我们追求这些没得到，我们的心就忧愁，就悲伤、失望，那是完全不必要。所以这句话让我们常常警醒：上帝已经将万物连同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我们大家都很肯定，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对不对？有没有人说你还没得到耶稣基督的？有没有？举手。没有啊，那就表示我们都得到了。那我们应该是非常的满足。可是我们为什么常常不满足？或者我觉得孩子不听话，我就不满足。孩子不听话是小事情啊，我们带在主面前，求主给我们智慧，需要时间，我们来忍耐，来仰望主，一步一步带领。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他们，为他们祷告，也帮助他们从年幼就能够认识主啊！这个就是我们信仰最大的保证，也是可以说是我们信仰最大的满足。所以我们都应该是非常喜乐。如果你不抓到这个，然后你一直在追求世上的喜乐满足的话，你很容易就丢掉那种喜乐，就没有了。你又会碰到很多你想要去追求的东西，而那东西却不是在圣经上所告诉我们最宝贵的耶稣基督啊。所以诗篇16篇11节那里，大卫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已经得到了，已经放在我们手中，只是我们怎么样子去把它真实的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语。我们不要认为说啊，我做不到，不是的。上帝把这真实的道理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来领受，来实行，把它活在我们的生命里，一步一步，我们的生命会有非常大的改变。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想格格不入，因为我一直站在人的角度，堕落一个罪人的角度，堕落的人的角度，而没有看见上帝已经拯救我进到他的救恩里面，我已经是不再是一个普通人，我是上帝的孩子了啊！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反过来看今天的
就是非常的真实。好，第一个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喜乐是一个我们主动采取的一个生命态度，所以这个不是一种感觉啊。我们常常会讲到喜乐就是看我有没有快乐啊，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喜乐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你决定你要采取什么态度，你要采取一个喜乐的态度就可以。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那里讲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是吩咐他们要喜乐。如果喜乐只是一个感觉的话，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如果喜乐只是一个感觉，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是吩咐他们要做，所以这是一个态度，我要存着喜乐的态度。那喜乐当然可以让我带着一个笑容，带着一个宽阔的态度，光明的态度来面对这些，这是我可以采取的一个喜乐的态度。那第二个，喜乐的原因是在于神自己，我们看见的永远是神。你看旧约里面非常多的灾害逼迫，但是先知所看的是上帝的道理，他看见的是神在那里。所以哈巴谷书3章17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才是我们喜乐的根源啊！我们千万要认，不在于物质我看得见的，而在于看不见的，在于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为我在十字架受死的耶稣基督，他今天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也为你为我在祷告啊，为他的教会在祷告。所以我们的喜乐根源在这里。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做成主的工作的时候的喜乐。所以当耶稣他差遣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回来的时候他们很高兴，他说就是因你的名，那个鬼都服了我们。耶稣说，我也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但是呢，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而欢喜。还是讲到我们的名，我们是天上的，是神的儿子，我们的身份是属神的，要因这个而欢喜。所以耶稣一再在提醒我们，也是同样一个喜乐的根源啊。如果你没有喜乐，我们就要常常回想是不是这个原因。第四个，喜乐是生命的享受，喜乐是上帝给我们在今生就可以享受的。像我们刚刚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每一样那个其实是一个果子，但是它有各种的特性，就是让人在今生就可以享受到。当然这个享受一直是延续到永生里面的啊。那最后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基督教大要理，这个清清楚楚的讲，这个要理问答，威敏斯特或者有的人称之为西敏斯特 （Westminster） Large Catechism 哈，西敏大要理问答。第一条，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请问一，请。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答，请。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一，荣耀神；第二，完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我们改革宗里面第一条开宗明义，一共196条的要理问答，第一条就清清楚楚的讲，开宗明义的。就告诉你你的目的在哪里，你就是要荣耀神，你是为上帝而活，上帝也为了我们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但是拯救我们之后，我们是要为他而活，这也就是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如此。然后荣耀他之后呢，我们完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不但今生以他为乐，
你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就像刚刚诗篇大卫所讲的，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有满足的喜。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应当要喜乐。我们常常要把这个话放在心中，记在心里面，不要忽略，觉得哇，上帝的话很难做到，你靠自己都做不到，你不靠上帝都做不到。因为我们的一生就是耶稣基督陪伴我们，圣灵引导我们，与我们同行，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喜乐。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互相激励，互相劝勉。如果看到哪一位弟兄姐妹常常忧愁、忧虑、重担很多的话，我们彼此激励。我们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他岂不将万事万物，包括我们生命里面应当有的喜乐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努力，要除去很多拦阻，让我们不能喜乐的。所以喜乐不是凭着感觉而活，而是凭着信心，相信，完全的相信，而且遵行主所说的教导，才会真正的有喜乐。所以我们主要的首要的目标是追求认识神，或者爱神，因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那喜乐呢，是跟随而来的，因为我目标摆对了，我们目标不要放在自己身上，我要追求喜乐，我要追求是以我为满足，那目标就错了。我们的目标是认识上帝，完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有喜乐。我们太多的时候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改革中也讲得很清楚哈，我们的信仰是以上帝为本，以神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你以人为本，就是出一大堆的问题，很多的烦恼重担也会出差错啊。最后，我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两句经文，在在箴言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个是箴言里面所讲的。那第二段在以弗所书4章24节，请，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都是新人了，就好像刚刚讲穿上新人，就是披戴耶稣基督，因为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算成我的义，好像我们就上帝看到我是因为看到耶稣基督，他才接纳我。那我现在耶稣就是我的标志，那我要活出这样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新人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什么？真理的仁义跟圣洁。真理有真理，仁义，仁义是什么？其实也就是公义，同一个字，但中文里面它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仁义，因为公义很多时候会以仁慈、恩慈的方式、恩典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活出来的生命。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讲究的公义就是一个标准，不会是两个标准，我们从一个标准来判断所有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的生命要活在公义，而且有真理，真理就是上帝的话语，合乎上帝的标准，还有圣洁，远离罪恶，是荣耀神的。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是走在神的真理道路上面，而且我们能够满有神所赐的喜乐，用我们一同来追求，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请我们一同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回到主你的面前，可以享受你创造时候为人所预备的那福分。但是我们犯罪堕落就失去了，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享受那永远的福分，那圣洁的福分。
主啊，求主你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信心里面看见这喜乐是从神而来，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就让我们在信心上这样追求，让我们在生命里也知道我们生命的目的是活着为荣耀神，并且永远以神为乐。主啊，谢谢你激励我们，也加添力量给我们，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互相的激励、劝勉、带导，让我们在真理的道上越过越圣洁，越过越喜乐和满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